在高雄舉辦的全中溫游水比賽竟然是飆出勞務爭議，有家長是指控講，這學校呢是找體育班的囡仔去甲鬥3工，講會有薪水通領，結果囡仔去做5工，一日是做超過10點鐘，落尾呢煞講因是還未滿16歲，所以是袂使領的。即馬這主辦單位是有出面來回釋的，講會提供補償。和語會第6水道台南市。比賽先後寫一項選手隨跳入水拼死命游，由家機關主辦的115年全中運，其中的游泳比賽對18到22攏總5工是佇高雄辦。主辦單位1月底透過高雄市教育局找找學生志工擔任場地助理，紅山這間學校派出24位高中各中部的體育班學生去參加。原底講好有薪水，不過比賽結束了後，主辦單位說講也未滿16歲有19個人未當領，這讓家長無法度接受。最後一天才說未滿16歲不執行，所以他們去爭取。那爭取到前天27號，才跟同學說，真的沒有辦法了，因為學校跟教練他們去爭取，就只爭取到600塊的現金加400塊的家樂福禮券。它會有一些福利，包含服裝，包含一個用餐的午餐，還有一個所謂的志工的薪資。那但是至於薪資的多少，並沒有很明確的說明。校方表示，去年的全中運有甲台南合作過，因此大家就是講薪水標準攏同款。落尾才知影家己迄邊對也未滿16歲學生志工認定無同。對此，家機關教育處表示，照規定16歲以上的學生會當做裁判助理，薪水1工1000；未滿16歲，敢若會當做志工。因為雙方事情無講清楚，造成爭議，會甲津貼補發給囡仔。那我們會依照志願服務的法規來做一個補救。那我們原則上會核定給交通費，還有一些相關的一個獎勵的一個鼓勵他們的一個措施哦，那可能是禮券或者其他一個形式。針對這個爭議，家機關府除了回釋的以外，也講會全面檢討改進。李校方表示，未來若是有類似的合作，會要求主辦愛白紙黑字，甲條件細節攏寫清楚，避免造成雙方的困擾。記者林偉霆、柯家珠、胡條陽、高雄家機採訪報道。